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航天王一。今天我来到了中国航天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呢，一共有2层。那第一层呢，映入眼前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大火箭，从长征1号到长征11号的火箭在这里边呢如数家珍了。那边呢有一个神舟4号的保护舱真舱，它也是向我们重新的再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历程。那边上呢是中国空间站的一个模型，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的实物。我前方这个呢就是火箭发动机。那一会儿呢，我要在2楼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讲座，要给香港来的孩子们做一场叫做太空科学家的讲座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。一会儿见啦，拜拜。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粉發，若有疏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。